后来因为这个太鲁阁事故来请示的交通部长林佳龙，今仔日请示核准，实际日是4月20来生效。因为林部长辞意升监，所以院长也询问，如果林部长要请辞的话，什么时间是可以的哦？那林部长跟院长讲，他希望是4月20辞职生效，让他有时间能够把最后的善后工作完成。此外，也要代表交通部以部长身份来出席公祭，因为公祭时间也都已经排定了。那院长原则上予以尊重，在昨天院长将此事向总统报告，总统也支持、肯定跟尊重这个林佳龙部长的选择。那院长跟总统都能理解林佳龙部长的决心。所以院长在昨天已在跟总统报告之后，已经批了辞呈，生效日4月20日以上。后来下晡嘛来举行着太鲁阁事故联合追思的公祭，包括林佳龙、包括蔡总统、甲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拢到场致意。刷落去，才要来接交通部长咧。目前互外界点名是交通部政务处长王国材。